講福建話少年家愈來愈少，福建話嘅習團袂咧。世界上各種語言本需要三個條件，才會代代相傳。第一，爸母甲囡仔講，互伊做囡仔第一個語言，愈濟人用伊做第一語言，這語言就會愈強勢。第二，佇厝內以外的所在有通用，譬如講，若是佇做工課所在、工商界、科技界、大眾的媒體、教育的領域，各行各業用這語言來溝通，這語言就會更較有價值。第三，人對這語言保持正面的觀念，這三個條件互相影響，少一個分袂使。爸母若是甲囡仔講這個話，就是為囡仔創造一個一樣的機會。囡仔佇安尼款的環境來大漢，就會關係講這個話，會對這個話有感情，接落來就更較有才調將語言傳予下一代。若是人對無一種語言的觀念是正面的，譬如講有親切感，就會更較自覺常常去用到伊。安尼，這個語言的使用數就會提高，使用的範圍就會變寬，有通講的機會愈濟，就會發展出更較濟有用的字眼，這語言就會變更較有路用。爸母就較愛用這個話甲囡仔溝通，囡仔佇這個語言環境大漢，就會對這個語言有感情。福建話佇20世紀用到真濟，但是後來使用範圍慢慢互別個語言佔去，有通用的所在愈來愈少。使用的範圍受到限制，專業的用字就無通發展。有個字眼、成語甲詞句，因為久來無人講起，就會互人袂記去。減用就係到減字，減字就係到減用，一輪過一輪惡性循環落去。甲之前日本手時代相款，按1946年起，國民黨佇台灣進行國語運動，用華語來壓制在地語言。學生佇學堂簡單會使講華語，講台語甲客話的囡仔會着學講受到處罰。由1956年起，中國大陸政府開始推廣普通話，三擺佫提出有歧視性的標語，將講爸母話的人代表做無讀過冊、無文明的人。在福建地區，普通話慢慢一步一步霸佔着較了重要的領域。1979年以前，福建話在新加坡真正時行，但是對新加坡推出講華語運動起，福建話唔淨止喺媒體界禁用，政府佫鼓勵爸母唔通甲囡仔講家己的厝內話。福建話的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。1980年，馬來西亞的社團雪蘭莪中華工商總會強反對新加坡政府的做法，在馬來西亞發動另外一個講華語運動，使用福建話的範圍在迄陣起愈來愈細。當今後世囝對福建話印象有正大的變化，感覺伊是用來罵錯話的語言。為保護語言的生態，就需要政府甲學者合作，喺語言分區，佇一個區推廣一種話。福建話使用的範圍開闊到厝內以外的所在，佫需要你我甲社會內每一個人有一個關係，主動配合講福建話，培養身邊的少年家關係講福建話。全部的爸母本有責任，佇囡仔出世時開始甲囡仔講福建話，干那安尼，福建話才會永遠流傳落去。